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4，诗篇140篇12节安尼讲：我知耶和华要为困苦的人伸冤，要为丧丧人辩明冤屈。三甲来祈祷，为困苦人伸冤，为丧丧人辩明冤屈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用家己的大能创造全地，你用你的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天规强创。主啊！你对天顶监察世间人，你爱耳孔听阮的声。主啊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听阮的祈祷。主啊！世间人济时用歹款待阮，人的心因为无你来充满苦毒甲黑暗。主啊，求你用你大能的手保护阮，免受一切灾害。愿你用公义做盾牌，保护阮。主啊，愿知你要为困苦的人伸冤，要为丧丧人辩明冤屈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